呢個煙筒係水煙嚟嘅，摩天輪。先係配豆腐嘅配料啊！去斗門第一晚食佢海底撈，第二朝就係烏石睇油菜花，真係人在花海中。中就係隔離村上洲食農家菜。大家好，今晚同大家上珠海，聽日係賞花。出咗口岸嘅平台已經見到好多食店，走喺口岸樓下坐滴滴，返斗門井岸嘅酒店，就係呢間啦，城市便捷酒店。喺台山住咗佢，印象幾好。呢晚係158，仲包早餐。天輪啊！放低行李即刻去醫肚，就行10分鐘去井岸大信新都會食火鍋。今晚就食佢海底撈。好，又是一個人來啦。係啊，你咁叻嘅。記得您。哦。等位嘅小食啊！未食已經見到佢玩雜耍拉麵，增加食嘅娛樂性。掃呢個 QR code 有優惠。先揀湯底，牛骨鮮湯底，選咗先，另外3個係。識啦。哦，嚟晒啦！食客就男女老少都有啊！今晚有食客生日。能夠同食客建立食宴嘅感情，成功係有原因。老講啊，要維持食嘅優質品牌啊，真係要加油啊！呢個真係配豆腐嘅配料啊，可以沙啦。你得下這裡嗎？哦。8秒就夠晒爽脆啊！今晚夠凍啊，食啲羊要補下身嘅。A7係人仔127，佢就係之前 serve 嗰個靚女，出到嚟啊都仲有咁多人等緊位。生日嗰啲咧有冇限最低消費㗎？我聽不懂粵語，沒有。沒有。對，只要您過生日，我們都會有布置的。對。第二朝去睇椰菜花。係油菜花先啱，就喺斗門烏石村嘅油菜花田，都幾壯觀㗎。呢啲花係幾好睇㗎，哦，啲花好香喎。係啊。嚇！佢啲油菜花有啲淡淡嘅味。係啊，咪四川嗰邊啊，重慶嗰啲食嗰啲柴子啊、菜籽油咪依隻嚟，之後乾咗之後就可以榨油。係呢度有白某啊。烏石村除咗油菜花田就冇乜其他地方好玩。嗰日就喺烏石去隔離村，即係上洲村去食農家菜。哦，到咗啦，到咗上洲村啦。係啦，哇個林蔭大道啊！係啦，到咗上洲啦，就喺麻城農家菜食中午飯。
哦，數碼點餐。呢個知道這樣點咩？你兩個人唔使點咁多。係。呢個湯咧個大腸咧，大腸唔啱啊！攞一隻燒雞，我哋今日煲咗白菜乾，係阿村民即係阿姨自己種啲白菜乾，你攞30蚊俾人食咧，我建議你呢個炒個油麥菜。菜乾沙乾，菜乾都冇沙，好啊！飲得出嗰種滋潤感啊！菜都唔錯，夠嫩，好。聽村民介紹啊，嚟緊呢2個月啊，呢個對望住一大片油菜花田。我係 Alan， 如果大家中意我哋介紹，請多啲互動 ，subscribe 同俾 like。好啦，就喺廣富嘅園林同大家講拜拜。唉，整下佢啦。